神的灵所穿上的肉身，是神自己固有的肉身。神的灵是至高无上的，神的灵是全能的，圣洁的，公义的。那同样他的肉身也是至高无上的，也是全能的，圣洁的，公义的。那同样他的肉身也是至高无上的，也是全能的，圣洁的，公义的。这样一个肉身，只能做出公义的事情，做出对人类有益的事情，做出圣洁辉煌的伟大的事情，不可能做出违背真理、违背道义的事情，更不可能做出背叛神灵的事情。神的灵是圣洁的，所以他的肉身也是不能经过撒旦败坏的。他的肉身是与人有不相同实质的肉身，是与人有不相同实质的肉身。因为撒旦败坏的是人而不是神，而且撒旦也不可能败坏神自己的肉身。所以尽管人与基督同样生活在一个空间，但是只有人能被撒旦占有、利用、坑害，而基督却永远都不可能被撒旦败坏，因为撒旦永远都不能达到至高处，永远都是不可能靠近神的，永远都是不可能靠近神